今日我哋要分享嘅呢本書，呼聲真係好高，佢就係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賈西亞馬奎斯嘅偉大之作《百年孤寂》。馬奎斯仲寫過霍亂時期的愛情、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好多書友成日問幾時講百年孤寂啊？問到後來，幾乎我講每一本書，下面都有人留言叫我講百年孤寂。講真，都幾可愛，大家好似真係好想要孤寂咁。我一直覺得《百年孤寂》拎到諾貝爾文學獎，唔單止係呢部小說嘅光榮，甚至可以話係諾貝爾文學獎自己嘅光榮。我第一次讀到呢本書嘅時候，真係成身起晒雞皮，嗰種感覺好似身體入面有一粒原子彈突然爆開，成個人被震到灰飛煙滅。喺馬奎斯出現之前，我從來唔知原來小說可以咁樣寫，直到今日，《百年孤寂》都係我最中意嘅書入面，最前面嗰一批從來冇動搖過，所以我真係好推薦大家一定要親自去讀一次原著，希望你同我一樣會感受到嗰種灰飛煙滅嘅震撼。咁呢部小說到底寫咩呢？簡單講就係100年，一個家族7代人嘅故事，7代人嘅興衰，7代人嘅孤寂，全部都濃縮喺呢100年入面。故事發生喺加勒比海沿岸，一個叫做馬孔多嘅小鎮。第一代嘅男人布恩迪亞同佢嘅表妹烏爾蘇拉結婚。烏爾蘇拉好驚，因為佢擔心近親結婚會生出一個有豬尾巴嘅細佬，但布恩迪亞就唔係咁諗，佢覺得冇所謂。佢話只要生出嚟嘅孩子識講人話，佢根本唔在乎係咪一隻豬仔。但烏爾蘇拉唔接受，佢唔敢同丈夫圓房，仲住住母親幫佢縫嘅防護衣。嗰件防護衣前面用粗大嘅鐵扣鎖住，結果布恩迪亞就變成所有人眼中嘅笑話。直到有一日，佢終於忍無可忍，憑住可以同野獸搏鬥嘅力氣，殺死咗嗰個嘲笑佢嘅人。接住魔幻嘅事情就開始出現，佢哋屋企隨時隨地都會見到死者嘅鬼魂，鬼魂同佢哋一齊呼吸，一齊生活。為咗擺脫鬼魂嘅騷擾，布恩迪亞夫婦就帶住幾個同伴離開家鄉，走向一片未知嘅土地。布恩迪亞家族100年嘅興衰就由呢一刻開始展開。嗰陣嘅馬孔多仲係一片原野，佢哋喺度開荒、建屋、定居，成為第一代拓荒者，過住一種幾乎與世隔絕嘅生活。直到有一日，一個老吉卜賽人嚟到馬孔多，帶嚟好多新奇古怪嘅玩意。布恩迪亞嘅雄心就再次被點燃，佢想用磁鐵去黃金，想用放大鏡去製造戰爭機器。佢刻苦鑽研，建造實驗室，想靠吉卜賽人帶嚟嘅科學同技術去改變馬孔多，但問題係冇人理解佢。佢越係咁樣，喺其他人眼中就愈似一個瘋子，所有人都覺得佢癲咗。孤寂就喺呢度降臨，呢種孤寂係一種唔被理解嘅孤寂。小說第一段係咁寫嘅：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就係呢個開頭，魅力大到幾乎影響咗成個中國現代文學。比如莫言喺《紅高粱》入面，就係用一種好相似嘅方式開場。陳忠實喺《白鹿原》入面，一開頭就寫白嘉軒一生最引以為豪壯嘅事係娶過7房女人。余華、遲子建、劉震雲，甚至好多作家嘅作品入面，都可以到百年孤寂嘅影子。咁問題嚟啦，呢個開頭到底偉大喺邊度？因為馬奎斯創造咗一種前所未有嘅敘述方式，佢係企喺未來嘅位置，回望過去。假如時間係一條線，有過去、現在、未來，咁喺呢一句入面，你已經同時讀到3個時間點。多年以後係未來，面對行刑隊係佢當下嘅現在，那個遙遠的下午係過去。就一句，馬奎斯已經打通咗時間。同時呢一句話仲帶出3個懸念：多年以後，即係話呢個故事其實一早已經發生咗。面對行刑隊，你就會忍唔住想知佢到底做咗啲咩事，點解會嚴重到要被判死刑？而嗰個遙遠嘅下午，爸爸點解要帶佢去見識冰塊呢？冰塊唔係好普通嘅嘢咩？點解喺佢哋嗰度好似變成咗一件好神奇、好值得記住嘅事？你睇，單係呢一句已經將你好奇心勾晒出嚟，搞到你忍唔住想即刻走入去睇下呢個叫馬孔多嘅地方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世界。
而第三個層次係從呢一句開始，你同馬奎斯自己其實都被放喺一個好單純、好客觀嘅位置上。你唔屬於馬孔多，你入唔到馬孔多，你亦改變唔到馬孔多。所以呢個故事好似自己喺度發生，就因為咁，佢變得更加孤寂。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諗，哇，真係佩服。但馬奎斯自己講過，佢用咗10幾年先寫出呢個開頭。面對死亡，人最容易走入自己記憶最深嘅地方。喺馬奎斯筆下，人生入面好多睇落好平常嘅事物同經歷，喺遠處都閃住光。就係呢啲故事同經歷，組成咗荒誕又真實嘅人生之夢。咁呢個開頭講嘅多年以後，到底發生咗咩呢？呢個就係故事，我哋一齊往下睇。先提醒大家，開頭入面提到嘅奧雷利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唔係第一代拓荒者，第一代拓荒者係佢爸爸，嗰個先係第一代布恩迪亞，而上校嘅母親就係烏爾蘇拉。百年孤寂有一個特點，就係人物多，關係複雜，而且名字成日重複，所以好多讀者睇到一半就會開始崩潰。到底邊個係邊個嘅邊個啊？比如家族第2代、第3代、第4代，成日都叫差唔多嘅名，加上書入面有大量魔幻描寫，比如馬孔多落雨，一落就落4年，比如成個村莊都患上一種失眠症，呢種病會傳染，仲會令人失憶。又比如好耐以前，有個老人喺羊皮卷上寫低咗關於呢個家族嘅預言，但冇人睇得明。等到有人終於睇明嘅時候，一陣風就將馬孔多吹到完全消失。所以呢啲情節真係天馬行空，又神秘又奇特。呢個就係百年孤寂嘅創作風格，叫魔幻現實主義。但大家唔使緊張。其實你可以忘記嗰啲永遠搞唔清楚嘅人物關係，亦都可以忘記乜嘢主義、乜嘢定義，因為閱讀唔係數學題，唔需要標準答案。一部真正偉大嘅文學作品，最重要係感受。你要打開自己，打開心靈去感受，先會得到好多啟發同樂趣。閱讀本來就應該係一件快樂嘅事。喺馬奎斯眼中，神奇同魔幻本身就真真實實存在喺拉丁美洲呢塊土地上，佢寫嘅唔係幻想，而係生活嘅真實再現。咁我哋就返去嗰個遙遠嘅下午，由嗰個帶孩子去見識冰塊嘅父親講起。佢就係第一代布恩迪亞，全名叫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外國人名係咪好長？冇關係。你可以先將佢當成第一代布恩迪亞，或者當成一個圈一個 A 都得。佢喺馬孔多入面好似族長一樣，而呢個傳奇小鎮馬孔多最初其實非常閉塞、落後、古老。喺冇被外界發現之前，馬孔多安靜、美麗，帶住一種不為人知嘅神秘感。年輕嗰陣，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就帶住一群同伴，帶埋妻兒、牲口、生活用品，翻山越嶺。佢哋想去邊？想去係入海口。簡單講就係世界咁大，我想去睇下。我要一路行到海邊。佢哋走咗26個月，最後發現根本爬唔到，於是決定放棄，留喺馬孔多。後來佢又帶一批人出去遠征冒險，最後發現原來距離一條帆船12公里之外就係大海。佢好興奮，想帶全村人一齊搬去海邊住。但烏爾蘇拉帶住村入面嘅女人集體反對，最後佢都係留喺馬孔多。佢點樣被說服嘅呢？原因好簡單，烏爾蘇拉對佢講：你唔好再諗嗰啲瘋狂嘅新鮮玩意啦，你睇下你啲仔女冇人管，成日自生自滅，好似驢仔咁。呢個位其實好似好多父母吵架，吵到最後都係一句：你理下啲仔女先啦。就喺呢一刻，佢見到自己2個孩子赤腳企喺烈日暴曬嘅菜園入面，突然之間。呢個父親感覺到，好似直到呢一刻，佢嘅孩子先真正存在。於是佢內心發生咗某種變化，佢一直凝視住孩子，直到眼濕濕。佢用手背擦乾眼淚，深深嘆咗一口氣，放棄咗搬遷。你有冇發現，父親同母親係好唔同嘅？母親由10月懷胎開始，身份已經慢慢改變，但父親唔係。好多父親唔會喺第一眼見到孩子嗰刻，就真正知道自己係父親。呢個身份需要成長，需要適應。
甚至需要某一個瞬間突然被擊中。所以第一代布恩迪亞就係到呢一刻先意識到，原來我真係一個父親，責任突然變得好重要。由嗰日開始，佢一心想將自己嘅家族，將呢個小鎮帶去更遠、更明亮嘅地方，走向一個更大、更光明嘅世界。呢個夢想就係由第一批吉卜賽人進入小鎮開始。佢哋帶嚟好多神奇物品，比如磁鐵、望遠鏡、放大鏡、羅盤、六分儀。對當年閉塞嘅馬孔多人嚟講，真係聞所未聞。但只有布恩迪亞馬上意識到呢個係偉大時刻，佢想用科學去改變馬孔多，日日鑽研，日日實驗。佢會同妻子講，世界正發生緊不可思議嘅事，就喺河嘅另一邊，各種魔法機器應有盡有，但我哋仲好似奴仔咁生活。你睇佢幾咁不合時宜，身邊冇人理解佢，所以佢變得更加孤寂。佢唯一真正嘅朋友就係一個叫梅爾基亞德斯嘅吉卜賽人。呢個吉卜賽人係一個預言家，將關於布恩迪亞家族嘅預言寫喺羊皮卷上，但冇人睇得明，因為佢用梵文書寫，仲用奇數行同偶數行分別編碼。直到小說最後呢個家族幾乎全員覆滅嘅時候，先有人將呢個預言破譯出嚟。我哋之前講過，布恩迪亞同烏爾蘇拉係近親結婚，後來夫妻倆生咗2個仔1個女。好彩呢啲孩子都好正常，冇出現豬尾巴。另外佢哋仲收養咗1個女孩，據說係遠房親戚嘅孩子。呢個養女嚟得好突然。有一日，幾個皮草商人帶住1個女嬰嚟到布恩迪亞屋企，話受人所託，要將呢個嬰兒同一封信送到佢哋家。信入面話呢個孩子係烏爾蘇拉嘅遠房表妹，仲一齊送嚟孩子父母嘅骨灰。呢個女孩子嘅行李好少，只有一個細細嘅衣箱，一張畫住彩色小花嘅小搖椅，仲有一個帆布袋，袋入面裝住父母嘅骨灰。呢對夫婦只好收留佢，沿用信入面女嬰母親嘅名字，幫佢改名叫麗貝卡。麗貝卡過咗好耐，先慢慢融入家庭生活。佢成日縮喺屋企最偏僻嘅角落，坐喺小搖椅上吸手指，好多日都唔肯食嘢，但偏偏中意食院子入面嘅濕泥土，仲會刮牆上嘅石灰皮，放入口入面加吱加吱咁咬。呢其實係極度缺乏安全感嘅表現。麗貝卡一生都活喺不安全感嘅折磨入面，呢種折磨亦令佢好孤寂。再講返第一代布恩迪亞，自從佢開始真正留意孩子嘅成長，就教孩子讀寫算術，俾佢哋講地圖同奇異圖畫。二仔奧雷里亞諾天生有預言能力，細個已經顯露出煉金天賦。大仔何塞阿爾卡蒂奧就完全相反，身形魁梧，沉迷縱慾。大仔好早就同屋企女僕貝拉爾發生關係。有一日，貝拉爾對佢講：你就快有仔啦！佢嚇到食唔落，瞓唔着，壓力太大之下，就跟住外來商人同吉卜賽人一齊逃離咗村莊。母親烏爾蘇拉知道之後，就出門追出去娶仔。5個月之後，佢突然返嚟，仲帶返一大群男男女女。原來佢冇追上吉卜賽人，反而遇到沼澤另一邊嘅人，仲大力宣傳馬孔多幾咁好住，結果吸引咗更多人搬嚟。馬孔多開始繁華起嚟，有商道、手工作坊同商鋪。就喺呢個時候，又有一個小嬰兒被送到烏爾蘇拉屋企，佢就係大仔何塞阿爾卡蒂奧同女僕貝拉爾生嘅孩子，係一個男仔。冇人同呢個孩子講真正來歷，但大家俾佢繼承父親嘅名字，叫佢阿爾卡蒂奧。烏爾蘇拉嘅事業越嚟越興旺，開始擴建家宅。新屋落成之後，佢突然發現親生女兒阿瑪蘭達同養女麗貝卡都已經出落成亭亭玉立嘅少女。果然2個女仔好快遇到愛情，但麻煩係佢哋中意上同一個人，一位調試鋼琴嘅技師。麗貝卡性格孤僻，唔敢表白，感情壓抑到以前食泥土嘅習慣又返嚟。偏偏鋼琴技師選擇咗麗貝卡，2個人通訊相愛，決定結婚。但婚禮當日，技師收到一封假信，話母親病危。佢趕去之後，先發現係假消息。返嚟時已經錯過婚禮，2個人只好約定3年後教堂建成再結婚。失戀嘅阿瑪蘭達非常憤怒，甚至揚言要喺麗貝卡成婚之前殺死佢。
後來亞馬蘭達的確曾經動過非常可怕嘅念頭，想阻止婚禮，甚至想過用毒藥去害麗貝卡。但原著最殘酷嘅地方唔係佢真係落手，而係命運用另一種方式成全咗佢最黑暗嘅願望。因為奧雷里亞諾嘅妻子雷梅代斯突然暴斃，佢當時仲懷住孩子，呢場死亡令全家震驚，婚禮亦因為守喪而無限延期。對亞馬蘭達嚟講，呢件事就變成一筆永遠還唔清嘅良心債，因為佢知道自己曾經喺心入面祈求過災難發生。好多日之後，喺酷熱又死寂嘅午後，一個高大、滿身刺青、皮膚中學式嘅男人推門入嚟，大家都認唔出佢，只有烏爾蘇拉知道佢就係當年離家出走嘅大仔何塞阿爾卡提奧。依家佢返嚟啦。佢返嚟之後瞓咗3日3夜，醒咗一口氣食咗16隻生雞蛋。佢身形魁梧，可以同5個男人同時咬手瓜。食晚飯時，佢講自己點樣遇到海難，點樣殺死海龍。大家對佢又驚又厭惡，只有麗貝卡一見到佢就被呢個行走嘅荷爾蒙征服。麗貝卡再都忍受唔住呢種衝動，終於同何塞阿爾卡蒂奧發生關係。名義上，麗貝卡係呢個家庭嘅養女，而何塞就係佢哥哥。加上麗貝卡本身仲有婚約，所以佢哋偷偷喺一次彌撒上結為夫婦。烏爾蘇拉知道真相之後非常憤怒，將佢哋趕出家門。烏爾蘇拉出於內疚，開始每星期邀請鋼琴技師到家食飯，安撫佢。鋼琴技師好低落，但一直中意佢嘅亞馬蘭達，心入面竟然有意外嘅滿足。日久生情，鋼琴技師向亞馬蘭達求婚，但到佢再次求婚時，亞馬蘭達微笑住講：我死都唔會同你結婚。鋼琴技師完全接受唔到，百般哀求，但依然得唔到同意。最後佢萬念俱灰，割腕自殺。亞馬蘭達非常悲痛，面對自己親手製造出嚟嘅鬧劇同悲劇，亞馬蘭達終於醒悟，佢錯咗，因為太渴望擁有，佢一直太孤寂，所以刻骨銘心嘅愛，最後變成喪心病狂嘅恨。後來有一日下晝，亞馬蘭達走入廚房，將自己隻手伸入炭火入面，試圖用灼心嘅傷害去懺悔自己為愛痴狂。從此之後，佢手上裹住黑紗，一直到死都冇除低。讀到嗰度，你會覺得真正痛嘅唔止係皮膚，而係心入面嗰團火。接住，國家政局開始動盪，自由派同保守派打起仗。老二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選擇自由派，帶住20幾個人反抗，成為鎮上軍政首領。佢由一個沉迷實驗嘅人，變成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佢就係小說開頭嗰個上校。臨走之前，佢將馬孔多交俾大仔何塞阿爾卡蒂奧同女僕貝拉爾生嘅私生子阿爾卡蒂奧。但冇幾耐，自由派失敗，阿爾卡蒂奧即使投降，依然被判槍決。喺生命最後2個鐘，佢想起烏爾蘇拉，想起8個月大仲未有名嘅女兒，想起即將出生嘅另一個孩子，然後佢就被槍決。呢一段唔算長，但好驚心。人就係咁，成日忽略生命入面最重要嘅嘢，直到生命快結束。佢臨死前諗嘅唔係政治，唔係前途，而係身邊嗰幾個人。阿爾卡蒂奧死後，烏爾蘇拉收留咗佢嘅妻子同孩子。孩子一共有3個，一個女兒叫雷梅代斯，之後又生下一對雙胞胎，分別叫何塞阿爾卡蒂奧第二同奧雷里亞諾第二。注意呢本書入面，男人好多都叫阿爾卡蒂奧或者奧雷里亞諾，女人入面靚嘅好多叫雷梅代斯。我哋簡單梳理一下，烏爾蘇拉有2個仔，一個何塞阿爾卡蒂奧，一個奧雷里亞諾。大仔同女僕生咗私生子阿爾卡蒂奧。阿爾卡蒂奧被處死後，佢嘅3個孩子就係第4代，其中一對雙胞胎又用反祖父同叔祖父嘅名，只係後面加咗第2。如果你聽到呢度又糊塗，冇關係，你可以做人物筆記，仲有一個辦法就係忘記佢。放鬆啲，你唔一定要記住所有名字，你只要感受故事獨特嘅魅力就得。馬奎斯就係想你感覺到呢個家族不斷重複名字，其實係不斷重複命運。再講另一支線，大仔何塞阿爾卡蒂奧同麗貝卡被趕出家門後，搬到另一間屋。
後來有一日，呢個大塊頭喺洗澡時意外被人殺死，兇手係邊個一直冇人知道。你睇，一個孔武有力、睇落唔好嘢嘅人，最後竟然死於刺殺，一切都係咁脆弱。後來，魯爾布恩迪亞上校再次回到馬孔多，呢個時候佢已經係轟轟烈烈嘅大英雄，參加內戰，一路做到革命軍最高統治者。好多女人帶住小孩嚟到烏爾蘇拉屋企，話孩子係同上校生嘅，總共有17個。家人就幫呢啲孩子改名，全部叫奧雷里亞諾。上校本來係民族英雄，富於謀略，英勇善戰，但戰爭嘅硝煙慢慢吞噬咗佢嘅溫情。喺權力同榮譽推動下，佢一步一步變得冷酷無情，甚至唔准任何人走近佢3米之內，連母親都唔例外。上校堅持處決一位曾經同百姓打成一片嘅保守黨首領，嗰位將軍臨死前對佢講：你咁憎軍人，同佢哋鬥咗咁耐，最後你竟然變得同佢哋一樣。世上冇任何理想值得用咁樣嘅沉淪做代價，但最後上校依然殺咗佢。經歷過太多榮耀同危險之後，上校開始迷失。有一次被下毒後，佢反思。權力帶嚟嘅陶醉真係自己想要嘅咩？點解短暫輝煌之後自己會咁空虛？佢從來冇感覺過自己咁孤寂。佢同好友馬奎斯上校討論：我哋打仗到底係為咗咩？呢度提一句，呢位馬奎斯上校係小說人物，唔係作者馬奎斯，唔好搞亂。馬奎斯上校話：為咗偉大嘅自由黨咯。布恩迪亞上校就講：你知道自己為咩打仗都算有福。我依家發現我打仗係為咗自尊。馬奎斯上校中意阿馬蘭達，但阿馬蘭達一直冇放過自己，拒絕咗佢。佢喺孤寂入面迷失。有一次，佢寫信俾奧雷利亞諾上校，上面只有一句：馬孔多在下雨。線路上係一陣好長好長嘅沉默。呢一句好扎心。讀過呢本書你就會明。後來上校決定停止戰爭，佢花咗好長時間逼政府同意和平條件，又說服自己黨派接受。書入面寫佢哋當初點樣為勝利而戰，依家就點樣為失敗而戰。最後佢哋贏得咗一場比勝利更加艱難、更加血腥、代價更加高昂嘅失敗。簽下協定之後，上校自殺一次，但冇成功。傷好之後，呢位戰功顯赫嘅將軍返到馬孔多，變成普通鄉下老人。佢沉迷鑄造金屬小金魚，打一條融化，再打一條再融化，湊夠25條又全部熔掉重做，如此循環，直到死亡降臨。接住講家族第4代阿爾卡蒂奧嘅女兒美人雷梅代斯，佢天生擁有絕世美貌，令全城人都驚嘆。好多外地人千里迢迢嚟，只係想睇佢一眼。好多男人望過佢一眼就魂不守舍。有人為佢殉情，有人因為見過佢而鬱鬱而終。但雷梅代斯自己並冇沉醉喺呢種致命吸引入面，佢係美而不自知。佢嫌住衫麻煩，就縫一件麻布長袍，往頭上一套就算；嫌梳頭麻煩，就將一頭長髮剃成光頭。佢只係中意簡單同自由，內心渴望一份最平凡嘅愛，但偏偏冇人俾到佢，亦冇人敢真正靠近佢。喺一個3月嘅下午，女人們喺花園疊床單，雷梅代斯突然變得極度蒼白，幾乎透明。一陣微風吹過，床單喺風中展開，佢向世人露出一個憐憫嘅微笑，然後坐喺床單上，慢慢旋轉升空，瞬間不知所蹤。呢一幕太魔幻，但又好真實。過分嘅才華、過分嘅美貌、過分嘅財富，都可能令人異常孤寂。烏爾蘇拉從呢個家族傳統入面得出一個結論：所有叫奧雷里亞諾嘅男人都性格孤僻，但頭腦敏銳；所有叫何塞阿爾卡蒂奧嘅男人都性格衝動，富於事業心，但命中注定帶住悲劇色彩。唯一難分類嘅就係雙胞胎何塞阿爾卡蒂奧第二同奧雷里亞諾第二。先講奧雷里亞諾第二，佢原本孤僻內向，執着於破譯羊皮卷，但後來遇到一個賣彩票嘅年輕女人，兩個人陷入愛河，開始飼養牲畜。出人意料嘅係，佢哋養嘅動物格外多產，於是佢哋獲得巨大財富。短短幾年，佢變成當地首富。
錢越嚟越多，但佢整個人亦跟住膨脹起嚟，慾望同財富令佢過上一種毫無節制嘅生活。到最後，佢哋甚至無聊到將鈔票一張一張貼喺牆壁入面。後來佢哋遭遇打擊，重新陷入貧困，佢帶病謀生，最後因喉疾痛苦死去。臨死前留低一句：唔好錯過機會，人生比你想象中短。首富死咗之後，留下兩個孩子，一個仔一個女，佢哋係家族第5代。個仔被母親寄予厚望，想佢將來做教皇，所以送佢出去讀書。講白啲就係死命谷個仔讀書，逼佢行一條自己根本唔想行嘅路。但個仔真正想要嘅係錢，想擺脫貧困生活，過上浪蕩狂歡嘅日子。當佢以為可以帶住烏爾蘇拉留下嘅財富離開馬孔多時，意外發生，佢被幾個孩子溺死喺水池入面，錢亦全部被搶走。再講佢個女叫梅梅，梅梅愛上一個機修工人，但母親禁止佢哋來往，覺得兩個人唔般配。機修工為咗見佢，爬上梅梅間屋頂，結果被保鏢打中背部，從此長年臥病在床，最後喺孤寂中老死。梅梅懷孕後，被母親送去修道院，從此終身一言不發。再講雙胞胎入面另一個何塞·阿爾卡蒂奧第二，佢喺美國人開辦嘅香蕉公司做監工，後來鼓動工人罷工，成為勞工領袖。3000幾個工人罷工，最後遭到軍警鎮壓，幾乎全部死晒，只有佢一個人幸存。呢件事對佢打擊極大，佢四處講自己親眼見到嘅大屠殺，想揭露真相，但所有人都覺得佢神志不清。佢冇辦法證明自己，於是變成一個活死人，將自己關喺房間入面，潛心研究羊皮卷，一直到死都冇再走出去。而喺後代慢慢長大嘅過程入面，老人亦一個一個離開。第一代布恩迪亞因為同馬孔多狹隘、落後、保守嘅現實格格不入，陷入孤寂，被認為精神失常。家人將佢綁喺一棵大樹上，幾十年後佢就喺嗰棵樹下死去。而佢死嘅時候，馬孔多落起咗一場細細嘅黃色花雨，嗰啲黃色小花好似從天空一路飄落，落滿屋頂，落滿街道，落滿成個小鎮。呢一幕太美，亦太悲涼。一個創造咗馬孔多嘅人，最後係喺孤寂入面死去，但佢嘅死亡又好似令整個世界都為佢送行。喺呢個百年孤寂嘅家族入面，最核心嘅人物始終係上校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佢係百年孤寂入面最複雜、最令人難忘嘅人，所以小說先會用佢嘅視覺作為開頭。小說第6章對上校傳奇一生有一段概述，佢一生發動過32場武裝起義，冇一場成功。佢同17個女人生下17個兒子。後來呢17個兒子都因為額頭上留下嗰個灰十字記號而先後被逐個獵殺。佢逃過14次暗殺、73次伏擊，仲有1次槍決。佢拒絕共和國總統頒發嘅勳章，官至革命軍總司令，係政府最恐懼嘅人物，但從來唔准人替佢影相。戰後佢放棄退休金，晚年靠喺馬孔多作坊入面製作小金魚維持生計。經歷過呢一切之後，最後留下嚟嘅只係馬孔多一條以佢名字命名嘅街道。晚年嘅布恩迪亞上校就咁循環往復咁製作小金魚，毫無意義咁苟延殘喘。小說寫佢死亡嗰一幕，好安靜又好殘酷。佢開始回想同父親一齊嘅時光，又變返嗰個獨自去睇馬戲團嘅小孩，再一次見到自己嗰張可悲又孤寂嘅臉。最後佢走向栗樹，一邊小便一邊努力諗住馬戲團，但記憶已經慢慢消失。佢好似一隻小雞咁，將頭縮喺雙肩入面，額頭抵住樹幹，一動不動。家人完全冇察覺，直到第2日上午，家人先發現禿鷲正一隻一隻從天而降。就咁，布恩迪亞上校潦草咁死去。寫完呢一幕，馬奎斯痛苦不堪。佢妻子正在午睡，馬奎斯爬上床，躺喺妻子身邊，開始細聲喊。妻子驚醒，問佢：天啊，你點解會咁？馬奎斯話：就係啱啱我殺死咗奧雷里亞諾上校。接落嚟講家族第6代，佢亦都叫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佢係梅梅同基修公生下嘅私生子，出生之後被送返布恩迪亞家族。呢個孩子一直唔知道自己身份，
冇人真正關心佢，所以喺孤寂中長大，冇愛嘅能力。佢唯一嗜好就係躲喺吉卜賽人嘅房間入面，研究各種神秘書籍同手稿。佢甚至可以同死去多年嘅梅爾基亞德斯對話，仲受到指示去學梵文。最後就係呢個第六代孩子破譯咗羊皮卷上嘅語言。出人意料嘅係，有一日佢不可自拔咁愛上自己嘅姨母，兩個人發生亂倫關係。雖然違背倫理，但佢哋嘅愛情非常熱烈又真摯，甚至自認係人世間唯一幸福嘅人。後來佢同姨母生下一個孩子，但姨母因為產後大出血而死。剛出生嘅孩子竟然長住一條豬尾巴。你有冇發現，第一代烏爾蘇拉年輕時最恐懼嘅事情終於發生咗？呢一刻，第六代布恩迪亞僵喺原地，佢唔單止因為驚恐而動彈不得，更因為喺嗰個神奇瞬間，佢終於破譯出古老羊皮卷上嘅預言。羊皮卷上寫住呢個家族第一個人會被綁喺一棵大樹上死去，而家族最後一個人會被螞蟻吃掉。佢慌亂咁去自己嘅孩子，呢個孩子就係家族第七代。但佢發現剛出生嘅嬰兒早已被螞蟻啃食到只剩下一張空空嘅皮。當佢想再睇關於自己嘅預言時，仲未睇到最後一行，佢已經明白自己唔會再走出呢個房間，羊皮卷上嘅一切都會被抹去，從世人記憶中根除，注定要經受百年孤寂嘅家族唔會再次喺大地上出現。就喺佢讀完羊皮卷嘅一刻，一陣狂風將馬孔多小鎮吹到無影無蹤。呢個就係小說結尾。整個布恩迪亞家族入面，男人嘅命運大概只有兩種，一種係死於非命，另一種係陷入不能自拔嘅孤寂。你讀完呢部小說，一定會難忘嗰個奇蹟般消失嘅小鎮馬孔多，亦難忘嗰個生下豬尾巴孩子嘅家族。馬奎斯自己講過一句話，大意係布恩迪亞整個家族都唔懂愛情，唔通人道，呢個就係佢哋孤寂同受挫嘅秘密。第一代布恩迪亞寧願同鬼魂對話，都冇諗過同親人好好相愛、好好溝通。第二代上校即使成為英雄、擁有權力，依然排解唔到內心孤寂。第六代從小冇被愛過，最後亦冇真正愛人嘅能力。呢個古老家族孤寂咗100年，亦用咗100年去對抗孤寂。但孤寂始終同佢哋如影隨形，佢哋用1個世紀證明冇被愛過嘅人好難懂得點樣去愛別人，而冇愛嘅能力終究擺脫唔到孤寂。最後我哋講少少小說之外嘅嘢。馬奎斯自己講過，寫《百年孤寂》，單係買紙就花咗佢6個月稿費。1966年8月，馬奎斯同妻子拎住將近600頁書稿去郵局，郵費要82比索，但佢哋身上只有53比索，冇辦法，只好先寄一半。寄完返到屋企，佢哋突然發現，完蛋啊！寄出去嘅竟然係小說後半部，真正嘅開頭仲喺自己手上。後來出版社回覆話迫不及待想睇前半部。你睇佢連寄稿都好似製造咗一個懸念，就係咁差啲傾家蕩產嘅馬奎斯，終於因為呢部作品翻身。1971年，馬奎斯好友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面對記者採訪，聶魯達第一句就講：我覺得最應該攞呢個獎嘅人係馬奎斯。11年後，馬奎斯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消息傳嚟時，佢先望咗望妻子，過咗好耐，先講咗3個字：我完了。馬奎斯嘅母親好迷信，知道佢得獎之後，反而擔心呢個榮譽太大，會帶嚟厄運。馬奎斯自己亦幾迷信，佢相信黃玫瑰可以阻擋厄運，帶嚟好運，所以佢就帶住一朵黃玫瑰去領獎。佢一生唔可以冇黃色嘅花，尤其係黃玫瑰。如果冇黃玫瑰，佢就寫唔出嘢。你睇前面第一代布恩迪亞死嘅時候，馬孔多落起黃色小花雨。後面馬奎斯一生都離唔開黃玫瑰。黃色喺佢嘅世界入面，好似一直都帶住某種命運咁。有一晚，馬奎斯正在讀書，突然諗到死亡有一日都會降臨到自己身上。佢開始發抖，覺得好害怕。佢話死亡就好似喺漆黑嘅夜晚突然關掉所有燈。呢句真係越諗越驚心。嗰時佢70歲。2年後，馬奎斯被確診患上淋巴癌。到2014年，87歲嘅馬奎斯去世。幸好
仲有文學，幸好仲有閱讀，令我哋可以繼續擁有佢嘅作品。三聯生活週刊講過一句話，好多年之後，面對死神，中國小說家甚至包括讀者都會想起賈西亞、馬奎斯帶我哋去見識馬孔多嘅嗰個遙遠下午。閱讀就係打開一本書，去經歷更多人生，亦係借別人一雙眼睛去望見一個更加遼闊嘅世界。致敬馬奎斯，亦真心推薦大家親自去讀一讀《百年孤寂》。好啦，今期視頻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我哋嘅視頻唔錯，歡迎點讚、訂閱，順手轉發俾身邊嘅朋友。我哋下一期再見。